金珠报新闻。金珠报新闻，听了饱袂困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珠。哎呀，真侪人咧就学了我，讲我穿规鞋吼是特别水的。为什么咧？因为我脚够长够瘦。但是咧，穿规鞋吼，唔是我人查某人的专利啦。查某人每是使穿的哦。那最近咧，伫医保一边吼，这个霹雳妇女协会咧，就为了庆祝我人这个查某人的成就咧，就举办了这真特别的马拉松赛，叫做高跟鞋马拉松赛，就吸引了真侪查某人去参加吼。我看你们真假保守看嘛，一gang的情况咯吼，对不？我人这个金珠报新闻，定就是爱去参劳烈咯。来，这边看嘛，一gang的情况。大家好，我这阵人就在医保这高跟鞋马拉松赛现场，听讲咧今日咯有差不多200几个人来参加咧。嘿，你看后尾，真是缘投投无到了这个练习咧，去访问一下咯。嘿，你看，连囡仔我来参加咧。歹势啊，原来是囡仔先老人面来的。先生，你来参加这个高跟鞋马拉松赛啊？是啊。安怎你讲穿鞋啊比赛了咧？歹势，原来穿了的吼。安尼看你这个鞋吼，是家上借来的哈？是你的 mother、你的 grandmother 还是你的 girlfriend？唔是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特别吼，交朋友去买对来的咧。哦，一个大波人去买贵鞋啊，袂互人笑咩？哎呦，starting 的时阵哦，我去买哦，大家要用这个有色眼光来看我咧。啊，不过穿过这个贵鞋个后哦，我感觉着做查某真无简单呢。穿过后哦，真的是又疼又正又红咧，无相信，你看，哇，果然是又红又正又潮咧。我无讲臭啦。呢个是我亲身感受来的啦。但是咧，讲你又红又正，谁会比得起我咧？你看，我嘛袂歹。歹势啦。其实吼，平时我嘛是真斯文的。我开始啊，我讲啊，拜拜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啦，安尼看呢，我人今日金珠报新闻咧就到这为止。下期咯，下个礼拜准时收看，因为听我金珠报新闻，保你事事拢会顺。